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32天的共读。我们昨天从路加福音第18章看到耶稣对门徒教导祷告不可灰心，用着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同时也用两种的谦卑，一种是税吏罪人的祷告，对照是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祷告。还有小孩子到主面前来的谦卑，因为在神国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18章后半段，讲到这位富足的官来寻求永生。有一个犹太人的领导者来问耶稣讲："喂，老师，我着做什么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耶稣甲伊讲："你若会讲我是好，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这会改变你拢捌，毋通奸淫，毋通害死人，毋通偷窃，毋通做伪证，着孝敬父母。"迄个人讲："这会改变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耶稣听到这个话，就甲伊讲："你要欠一项一项，去卖所有的得到的钱，拢分互善车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缀我。"迄个人一听到这个话，真伤心，因为伊非常好惹。耶稣看迄个人就讲："有钱人伫上帝国偌尔困难。"耶稣落图穿过江片，比好野人伫上帝国搁较简单。听到这个话的人问伊讲："若安尼，什么人会当得到救？"耶稣应讲："人做袂到的，上帝拢会。"彼得讲："阮已经放下阮所有的来缀你啦。"耶稣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人若为着上帝国放下厝体、某、兄弟、父母，还是囝儿，伫今世一定会得到搁较侪，伫来世得到永远的活命。18章18节开始，这一段呢，和接到后面这一段，在马太、马可还有路加的这个衔接是一致的。这个官呢，我们从马太跟马可知道是一个少年的官，也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那他称耶稣是良善的老师，那这良善就是好的意思。那他要问的是如何得到永生，就是永恒的生命。耶稣先反问他："你为什么称耶稣是良善？"一方面就是从这个少年官的背景说他也有这个圣经的背景，但是他不去寻找自以为义的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士，却来请教耶稣。那他对耶稣所递的良善，是他从心里面来的吗？然后耶稣说，除了上帝，再也没有良善。所以在良善的夫子，就是好像在人里面找不到良善的，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良善。但是这个少年的官，这个法利赛的领袖，那他来用这样称呼耶稣，并不是错误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正确的。那耶稣也告诉他说："你一定晓得诫命，就是10诫当中有第7诫不可奸淫，第6诫不可杀人，还有第8诫不可偷盗，第9诫不可作假见证，还有第5诫要孝敬父母。10诫当中1到4诫是针对神，5到10诫是针对人。那5到10诫这6条诫当中呢，耶稣举出了5诫，其中的6条，其中的5条就是分别是第7、第6、第8、第9、第5。那个人回答，他从小都遵守。那在马可福音里面还有一句话：耶稣听见就爱他。所以马可福音可以看出，这个少年的官呢，耶稣对他是有特别好的期待。那所以就对他进一步的给他一个指引，怎么样得着永生。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好，那如果我们对这个10诫的了解之后，好，那10诫后面的5到10诫这6条，耶稣指出了5条，那少的是哪一条呢？少的就是第10条。好，第10条就是不可贪心了，不可贪恋别人其他所有的。好，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这个读这段圣经的线索。好，就是耶稣说
他还少了一件，好，那十诫里面的跟人的部分还少了一条，好，那可能都跟这个物质或是对这个世界好所拥有的有关哦。那但是呢，耶稣这一句话呢，有3个动作。第一个去卖掉，第二个捐给穷人，好，然后就会有财富在天上。第3个动作就是来跟从耶稣，好，但是那人听见这话就垂头丧气，和本翻成就很忧愁。好，那他的意思就是极其难过、悲伤哦。好，所以他几乎说是哭丧着脸哦。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富有，所以这个法利赛这个犹太人的领袖，他如何达到非常富有，大概也不是我们在读路加福音要探讨的重点，而重点是他心里面的那个挣扎。好，不管他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好，可能跟第10诫有关系。还有第二个就是在他这么年轻，他可以这么富有，他一定找到了一个方法，快速致富或是人生发大财好的一个门路。好，但是呢，这可能不是一个正当，或是不是一个表面上好像对10诫里面他不偷不抢不骗不拐，好，也没有作奸犯科，好，但是呢，这个少年官他的人生的一个梦想，可能就是想要赚得全世界，好，因为他可以在年纪轻，好，很富有，好，这个非常富有在希腊文当中是极端的，极端的，就是他极端的富有。那耶稣看着他，好，看到他变得忧愁，和本说看见他变得很忧愁啊，就说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好，何等的难，就是要进神国何等的难，多难呢？好，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啊！好，所以这个针的眼，好，就是这个穿针引线的针，好，即便我们今天现代的针比较细，但是当时的针也不会比较好，比较大到哪里去。好，那虽然当时的布料是比较粗，好，但是呢，因为骆驼可能是在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地区、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陆上的哺乳动物。好，如果是在印度的话，好，可能就会用大象来比喻哦。好，但是或是在东南亚，但是在耶稣是用最大的动物来比喻一个最大的动物，好，要穿过一个针的孔，好，是何等的困难。意思言下之意就是不可能，好，不可能。好，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骆驼穿过针眼。好，在当时的城门，好，有一个除了城门的大门，还有一个小门。好，小门有的叫做针眼门，就是在夜间大门关闭的时候，要进出的时候可以从小门进去。只是小门呢，好，非常小，可能只有骆驼才能够进出。所以动物人进出的时候呢，必须要先把骆驼背上所有的货物都卸下来，然后要用跪或是这个趴的姿势，好，才能够穿过去这个城墙的针眼门。好，用这个来比喻说，进天国就是要卸下一切。那所以这有2种的看法啊，但是第二种看法呢，好，就是有可能，好，意思告诉我们要谦卑。第一种看法是不可能，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的眼。所以听见耶稣这样说的话，好，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偏向第一种，好，因为大家的反应很直接，这样就是不可能啊，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的眼呢？好，那就是在形容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大的动物怎么可能穿过那么小的洞呢？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人所不能，上帝都能；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了。好，所以这个不可能是人说的啊，但是呢，如果是神要做的事情，不可能也会变为可能。好，所以反过来说，一回到这个问题，到底有钱人可不可以进天国？只要是借着上帝就可能。好，所以这里不是把所有的有钱人通通打入地狱，好，通通断了他们进天国的路，不是，只要借着上帝就能。好，所以这是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呢，彼得就开口了。好，所以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我们的家来跟从你啊！”好，这个家在和本说自己所有的。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路加福音，这是耶稣最后半年的传道，他们已经在北部好有3年的传道，然后呢，从北部的加利利好一直来到了中部，好，接下来19章就会看他们进得到耶利哥，那一路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也知道说，彼得他有岳母，好，但是他已经结婚，可能也生子，但是他为了耶稣已经放下一切，一路跟随到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对照马太、马可、路加这3段经文，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马太说，呃呃，耶稣的回答彼得是说，是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为了上帝的国而撇下自己的房屋、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一定要在今世得到更多，并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和本番的比较让我们印象深刻，在今世得更多倍，在来世得永生哦。好，那原来和本是今世得100倍，来世得永生哦。好，那所以彼得他率先代表这些的门徒来回应耶稣。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对照，就是这个少年的官其实他从小就遵守律法，而且也得到耶稣的肯定，甚至马可福音也看到耶稣的喜爱。但是耶稣给他的挑战呢，让他招架不住，以至于他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永生跟地上的财宝，最后他选择的是忧忧愁愁的离开，就是他没有办法割舍他地上的财宝。好，那这也让我们看到，将来我们要进天国的时候，我们要像骆驼一样，必须要卸下全身，背身上一切的货物，才有可能进入到那天上的圣城和天上的耶路撒冷。而如果手扶着犁向后看，是不配进神国。所以要为了跟随耶稣，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好，那在这里提到了几件事情，就是房屋、妻子、兄弟、父母、儿女。好，那在马太、马可再补充，还有讲到了就是姐妹还有田地啊。好，所以总共有六样的事情。这6样的事情呢，都是人生在世当中看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为了跟随耶稣之后这些事情就不重要，这些事情叫大家通通都不要去追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是一个比较级。人生在世这一些的家人、亲情、婚姻，然后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人的田地和房产，这些都是人生在世看为重要的东西。但是相较于永生这一段在讲是如何得永生，如何进天国。相较于得永生进天国这些东西呢都成为次之但也不是说成为粪土或是成为垃圾通通不看重的。我觉得耶稣也不是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保罗说他为了基督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但是得着基督其实也是这些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必须要好好的来耕耘呢。好，那我们再看18章的最后一段，耶稣带12个使徒去边甲因讲，当咱要上耶路撒冷，先知所记载关系人子的一切拢会应验，伊会受出卖互外邦人，伊会甲伊彼人侮辱骗烂，伊会用鞭甲伊拍，甲伊害死。第3日，伊会告我。毋过使徒对这代志拢无了解，这话意思有对因勘定，因毋知耶稣在讲什么。所以马太20章、马可第10章、路加第18章都提到耶稣总共有3次预言自己受难，这都是第3次，也就是他在准备进入耶路撒冷受难周的这个前夕哦。好，那耶稣甚至还引用了先知所说的，在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耶稣都看到旧约已经预告，耶稣要成为那个受苦的仆人，好像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他要被人家吐口水，他要被人家鞭打，甚至被人家杀害直到死亡。但是第3天他要复活。但是呢，路加福音的当下，还有这些门徒的当下，他们对耶稣所说的不清楚，因为这些话是隐藏起来的。什么时候会想到呢？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就会想到。所以圣灵还没有让人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是被隐藏着的。好，那最后35节，耶稣在要到耶利哥的时，有一个盲人坐伫路边在求乞。伊听到群众对遐经过，就问人看是甚么代志。因甲伊讲，拿撒勒人耶稣在要对遮经过，伊就大声喊：大卫的囝耶稣怜悯我！伫头前在行的人甲伊责备，叫伊点点。毋过伊若大声喊：大卫的囝怜悯我！耶稣就停骹叫人带伊来。伊活来的时，耶稣问伊讲：你爱我甲你做甚么？伊讲：
主啊，我爱搁看见。耶稣甲伊讲：好，互你搁看见，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伊随时搁会看见，就对耶稣归因根和上帝。竟然看到这个代志，拢称赞上帝。那这在马太20章、马可第10章啊、路加的18章啊，都记载一样的事情。好，那而且也记载这个耶利哥的盲人。好，只是呢，我们从马可福音知道这个盲人有个名字啊，叫做巴底买，就是底买的儿子。好，那这个盲人呢，我们从后面经文知道，他不是先天的，他是后天的失明了。好，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我要能够再看见。好，那但是在他不管什么原因失明，后天造成的失明，好，他从耶利哥好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浩浩荡荡。好，那所以人家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正经过。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找耶稣，他能够唯一找到耶稣的方法就是大声的喊叫。好，就呼喊。好，那喊到可能声音都沙哑，好，比牧师现在讲话还要困难。好，但是呢，用他几乎好最后的力气，大卫之子耶稣，可怜我吧！好，当人家责备他，不准他发出声音，他却更大声。好，真的是喊到好声嘶力竭，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于是耶稣站住，好，吩咐把盲人带到他面前。那这个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一句呢，好，真的是一个很恩典的话。好，这个盲人，好，他这么样的声嘶力竭、大吼大叫，好呼喊，好，真的是得到上帝的回应。好，那这一刻呢，其实他等待很久，但是耶稣问他你要什么时候？好，他直接好不假思索，立即回答。主啊，我要能看见啊！和本好的意思，好说要能看见。但是我们刚刚读台语就有看到，我爱歌看见啊！好，这是一个好，就是希望能再看见的意思啊！好，他想要就是能再看见，表示呢，他以前是看得见的，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看不见，但是他知道那看得见的珍惜的滋味，好，所以他希望再看见。耶稣就回应他，如同过去医治所有人一样，你就看见。因为你的信心治好了你，所以这个信心反映在哪方面呢？好，反映在他听到，反映他知道，反映他呼叫，反映他被人责备的时候，好，他依然持续的呼叫，直到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这信心的最后一个考验就是耶稣跟他问你要什么，他必须说出好他真正想要的。好，但是当下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巴底买好嗤笑他，好嘲笑他。好，你不知道这个视力是不可逆的吗？好，你不知道这个失明好是没有办法医好的吗？好，但是他依然凭着信心好说出他心中所要的。所以这个信心是大还是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盲人不仅立刻看见，甚至他也跟随耶稣，而且一路颂赞耶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讽刺，前面有一个明眼人，是一个少年的官，是一个耶稣所爱的从小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呢，他的眼睛呢却被世界的金钱富有给蒙蔽，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做到巴底买所做的。这个巴底买是一个瞎眼的，但是他想要再看见，当他再看见之后，他觉得人生不是看见要赚更多的钱，人生看见不是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好，看见他想要去追求他的梦想，不是，他看见就跟随耶稣，而且呢，在耶稣的身边为耶稣做见证，荣耀神。所以让群众看见这事呢，也都颂赞神。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好，我们从富足的官，然后看到耶稣在门徒面前的预言受难还有复活，以及这个巴底买在耶利哥的巴底买能够看见，有几个对照，就是人的心所看见的是世上的金钱，或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即便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但是仍然不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受难，因为圣灵把这些事情奥秘隐藏起来，当圣灵向我们来显明的时候，门徒才能够真正明白。所以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不是跟随什么都知道，而是一边跟随圣灵，一边向我们来开启，而让我们最后看见是这个瞎子耶利哥的瞎子，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位巴底买，他知道耶稣是谁，大卫之子。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称呼来称耶稣。
好，因为除了前面的族谱，好里面好讲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把耶稣看成像大卫王一样，好就是宣告耶稣是王的身份。而耶稣好对他的提出，他也立即的用信心，不怕旁边人异样的眼光啊，因为他早就已经习惯那个别人看不见的生活，他真的只想要能够看见，而神就按着他的信心，好让他能够得看见啊，也盼望我们好。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能够用信心的眼睛，而不是要用金钱世界的衡量的眼睛，好，而是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与主同行，与主同背十字架，还要与主同死同埋葬，也才知道我们要如何的与主在第3天一同的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良善的，但是我们却不一定看得见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耶稣告诉少年的官要变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也在挑战我们在这世上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而是要知足加上敬虔，就是大利。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双手空空来到世上，我们也要像骆驼卸下一切的货物，双手空空进入天家。但是我们在天家不是贫穷，因为我们在天家所享受的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堆积天上那永恒的财宝。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跟随耶稣，在今世得到100倍，在来世得到永生，并且能够效法巴迪买的信心，不在乎旁人异样的眼光，而能够追求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手中眼中夺去的。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